骗，咋跟你走终身变身？每个输要搞。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永安海边早有民众受水，互流浪狗甲受伤，不幸渡水死亡。宜兰南澳金岳水墙嘛有一个高中生渡水过往。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正生太太行底路，检警先压伫网络发文强害工程师，另外2个加工相片的嫌犯卖以上8点侦办。日本放假预言7月初5会发生大地震，影响到日本的观光游客唔敢去日本。香港有航空公司停飞日本的航班。来看目前伫台湾的南部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可能会形成今年第4号风台丹纳斯，对于台湾海峡方向挖进台湾哦。拜六礼拜咱的天气就会受到影响，就要特别注意。台湾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形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可能形成风台丹纳斯。气象署表示，预估拜六透早到顶部的时，有机会变作轻度风台，因为离台湾真远，有可能变风台，就需发布风台警报。就路径来说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不确定性的原因，就主要是它目前的一个导引气流相对是比较不明显。以我们目前最新的一个研判的话，相对的可能是通过台湾海峡的一个几率是比较偏高的。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拜六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因若礼拜台湾各地也拢会落雨，南部台东地区和中部甲花莲的山区，都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气象署嘛提醒，拜六海面的风影就会变大，民众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明天从南部、东南部这一带哦，风浪就会有比较开始明显有转大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在周末有安排出游，尤其是要前往海边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气象署表示，未来风台是不是形成，还阁继续观察这2天的发展，也提醒民众，这2日出门要记得扎雨伞、雨伞，注意这2天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来看高雄永安区的海边啊，昨暗头啊，有一个76岁生出来查甫人，伊伫海里受水，去互3只流浪狗仔攻击，受伤，落尾是不幸渡水死亡。今仔早起，动保处嘛去现场抓流浪狗仔，检方嘛按算讲明仔载要验遗体，要进一步来了解死因。泉州沙埔公园有封锁线已经无看到游动犬，初次早起兽医甲动保处人员到附近要抓前一天好亲上伫海里，热国家游泳的人溺水死亡的游动犬，发现3只，暗过无法度换。居民是讲当地游动犬数量愈来愈多。你啊，第一只你内底，第2只就惊就走啊，而且阮啊，你要安怎虐啊？无才调人虐啊。地生炭啊！当地渔湾一位也是有发现游动犬2、3只，看到生份人会飞。当地里长是讲游动犬无法度减少，除了讲甲淹起来了后，甲放倒转来，上大问题是有人定期伫饲。大家来，我起来，我这土地咧饲狗呀。里长真侪发现特定人士饲游动犬，有时要互狗仔拢牵伫遮，数量愈来愈多。顶礼拜有民众伫同一地点遐有夹着伤。应该是上半身吧，伤口还蛮多的，也不知道缝了多少针。讲你甲饲养啊，无你就带转领导饲啊，有够困觉，每个人都甲饲了，再来阮苦林咧养。狗啊，伊有人食，伊就伫海里生炭。去年以来有另外一大海啸，也有透早游泳的附近人去游动犬热国家落落海渡水，捌无开，尾也救倒倒来。该区域为热点捕捉区域，今年迄今动保处在该等区域已捕捉浪犬51只。呼吁动保处可以跟民间团体一起呢，合力的来做当地流浪犬的节育，
回放任务。动保处表示，今年这大已经掠51只，检判有动犬有人饲只犬伫遮，会加派人力巡检，也会请环保局取缔饲有动犬所造成的垃圾。民众建议政府比照青岛顶遗毒，掠一只掩起来补助偌济钱的方式，可能较有效。记者采访报道。热人生水就爱特别细腻。昨下晡伫宜兰南澳金额水墙又搁发生渡水的意外，11个高中学生烧石去耍水，结果一个18岁细号的高级毕业生渡水死亡。金额水墙之前嘛捌发生过意外，当地教练就呼吁讲，附近的水穴有部分所在会倒流，较危险所以耍水上好嘛是爱穿救生衫较安全。伫蔡乐会火流边，消防员搬一位被救起来的查甫人，搬去哩救护车了，随送病急救。不过，这个查甫人命也是救袂大。天气热，真侪人爱耍水，不过伫宜兰的金源瀑布所传出渡水的意外。经同仁现场评估患者欧卡，同仁立即实施 CPR， 并将患者固定于长背板，经民众协助搬运至救护车。渡水的这个4号的查甫人，高级拄则毕业，昨趁大家休热，甲朋友同学11个人，烧酒到金源瀑布耍水，无想到讲所发生渡水的意外。金源瀑布若特别热天的时阵，就真侪人来耍水。发生渡水的意外也毋是第一遍。2017年发生2个表兄弟拢跋水的不幸死亡。2019年有塑化界工人伫咧遮淹死。2024年9个人两开水场起来条条的，好加在无人伤亡。这块的救生基本上就是安全度是非常高了。金源瀑布遮这几年有真侪业者带游客来遮撩开，算是初阶的路线。有目击这边意外的撩开教练讲，金源瀑布当地流血无正危险，不过有回流区。一般人耍水时阵，若无穿救生衫或者是脱着衫，阁袂啥会晓受水，就真容易发生意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光复乡的太巴朗部落的红竹米生活馆昨暗11点外火烧，生活馆是拢烧了了，也要做保证的红竹米嘛拢乌有去了。这个车子被烧起来了啦！快点，我们的车子被烧了。大火烧加紧，各大消防人员出动11台消防车加20外的警义消，第一时间就赶来灌救。不过现场的建材差不多拢是马草、柚竹啊、黄藤这种真好烧的物件，所以火真歹拍化。3号的晚间11点04分接获火警，指称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发生火警，那火警造成建筑物全毁及2台自小客遭波及。花莲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竹米生活馆，2014年兴建，是当地阿美族人重要的粮食保证基地。馆内还有一种真罕看到的红竹米，这个嘛烧了了，让部落族人真伤心。红糯米这个种子，那现在被火烧了，那在之后的一个取种啊，会有一段的时间的困难。那我们会尽可能的看看，部落的居民或者是改良场那边再取得重要的一个种子。好在规个火灾无人员伤亡，导火原因甲损失也搁伫调查。不过这个月19就要举办红竹米节，必须爱停办。部落中路是烦恼，若是找无保证的红竹米，未来部落传统地基酒也是食农教育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传出讲有民众利用到计划空房趁钱，这民众逐摆拢上班无几工，就过店家讲无依法甲伊洗头路自肯，要靠和解金甲自肯费嘛大概拢有摕到钱。台南市劳工局嘛提醒讲，劳计划已经抬除试用期的规定了，所以头家就爱了解相关的法规，才袂违法。劳工局咨询柜台，然后劳资纠纷，定着有人来遮咨询。近来有一个查甫人，敢若用劳基法已经删除试用期条文空旁，专门经细间店家去食头路。根据了解，伊讲家己工会经验丰富，实际上表现煞配合到家，甚至个假名去应征，就买店家无去安排伊后续的工会，这煞互对方反转来指控店家无依法甲洗头路，店家真无奈。他们其实去检举的时候，就是他要的就是像之前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没有录用他，为什么要之前费？然后后来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要4000，而且当天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下一次再调解就不是要4000，他改成要9000。之前的部分就是，如果员工是不适用，就会跟他口头去约谈，如果约谈不 OK 的话，会之前他。那之前他的时候也会照劳基法是
赋予那个资遣费。董事长讲，对方因这款手法，致使侪店家拢受到检举嘛封告。嘛讲，因为因对就业服务法规定无解了解，认为试用期若未下，就会当免来，无疑我有违法记录。这个查甫人定定做一工，因为店家也未替伊投劳健保，嘛确实无依法完成私投入停诉。真侪店家只好选择和解。劳工局嘛提醒，若要停止劳动契约，爱10工前通报，解开离职证明书，避免违法。未满5人的，我们劳工到职的时候呢，要帮我们劳工加就业保险、职灾保险及6%劳退金的提拨。那如果呢，雇主聘请劳工有超过5人以上呢，我们要去劳保局成立投保单位，帮我们的劳工做劳保上的加保及劳工退休金6%的提拨。其实，多数店家面对应征者，拢会耗较长的时间去补交资料才投保。劳工局嘛强调，这阵劳资法无试用期规定，雇主若要甲员工私投入，就算劳工做一工，嘛要照常依法投保，连薪水嘛要拢算好清楚。若要租客嘛要照比例付，免得互有心人有机会利用，影响劳资双方的权益。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日军退役中将高安国涉伫台湾替中国发展武装组织收中国的钱，互以国安法起诉了后，法院今仔搁再开庭审理。也毋过伊伫出庭的时是大声话讲，伊无对不起国家。慢慢上楼，互提前出庭的，就是日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对不起国家，那你们对不起。谢谢。伊牵涉中国间谍的案件，随时出庭受审。伊情绪激动，大声反驳，讲家己无反背国家，共款出庭的各有伊的特殊劳役金。还是不认罪吗？有没有背叛国家？这件重大案件，检方起诉高安国，和中国的政治单位买收，要吸取以早军中的同事，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搁收中国的资金，策划颠覆政府的作战计划，协助中军攻台。若退役甲对应化牵线的，就是通促党总裁北龙张安乐。他跟我关系不错是事实，有接受我们办活动就请他过来演讲，有，但没有说介绍那边没有。重点的案件是直直发生，其中有4个是民进党的前党工，防指讲是和中国的金钱来诱拐，泄露机密的资料。经过北检起诉了，台北地院会伫初四下晡开庭。不过，无论是林雅、前东康，也是高安国，因大家拢来画冤枉。高安国先生他的这种论述其实是不成立的。有没有叛国，其实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中华民国是基于民主宪政成立的，所有享有这种民主跟言论自由的组织跟成员都有义务要来保护这样的体制，这就是一个平衡点。中国危害国安，国内已经修法的防治。按军人到前东江，到底因敢有出卖国家？就要等法院来审理了后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体育活动第13届的金门厦门影都，本地这个月2日要举行，却因为有统战的疑虑有风声讲陆委会要求停办。县政府是表示讲，等收到正式公文会来处理。陆委会副主任梁文佳是强调讲，这活动一向都拢唔是单纯的运动活动，目前是各个审查。收起来了后，用走的过终点线，两花金梅下梅收水的比赛，今年都要进入第13届。原定7月2日要举办，不过陆委会讲，这一届主办单位是厦门市政府，因为活动会下过金门甲厦门海峡的中线，牵涉敏感的问题，要求都要停办。现在金门县政府讲，一切等收到正式的公文才讲。还要看潮汐。那也要看很多相关的这些气候条件，所以如果要再延期，还有各方面，确实在这个时间点会比较不好安排。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很单纯的去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体育活动。我不会称它是单纯的运动，去那边就是要接受统战洗礼，从厦门游过来，等于是要游过我方的，进入到我方的禁限之水域。对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比较谨慎的处理。金门县府虽然感觉无奈，不过也是尊重，嘛会遵照陆委会审查了后的指示。刘文佳强调讲，统战这个事，原底就是中国的政治武器，无法度用法律来定义，干来当用个案来审查。另外，伫台湾的中国配偶，顶一日互要求，都要交3个月内失去原籍的证明。6月底期限已经到啊，不过根据陆委会上新的数据，还阁有1668个人无交。之前捌甲 RRON 的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是要求陆委会都要甲这个命令收回去。
他现在应该要停止所有的补件除籍案的专案。很多人因为这样，他必须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他必须要打断他的生活秩序，飞到他的家乡。我们认为陆委会应该要公开正式的对这1.2万的陆配家庭进行道歉。我们是为了保障各位陆配朋友在台湾的身份安定，不知道有什么道歉的必要哈？有一些，譬如说他原来抗议的很大声的，譬如说像游志斌，他很快就回去拿了。杨文杰强调讲，亲像7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破病疗程等等6种类型，拢会当透过挂保证寄给的方式来代替。强调陆委会未伫咧无联络到的情形之下，都直接甲伊台湾人的身份注销。不过嘛提醒，若无够失去原籍的证明，未来若是去用检举，可能就要吃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本地今仔要处理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哦，那北搁要推动普发现金1万块，也毋过临时打动。那北即马是决定讲要等到7月初9，美国关税的缓冲期过了才来处理。另外，今仔民进党团嘛提案，将对副总统萧美琴进行访问一刻，险嘛发生车祸意外，嘛讲立法院会当做出决议来谴责北京，嘛要求中国得爱公开回事嘞。立法院议长蔡万表示，民众党的立委随时早起就入去议场内面表达对赖总统的抗议。立法议会随时原本是要处理应用美国对顶关税冲击，行政院通过规模4100亿的论性特别条例草案，一个若被进前就强势要普发现金，南党团拍算1万，北党团是6000，因过这么拢话停。应该要等到整个台美贸易的这个协议有这个一个明确的这样的轮廓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再来去处理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那为什么普发现金？就是在处理去年税基剩余。民进党真的想说的是要发是我来发，也不是在野党发了。民进党现在讲的，如果讲得过去的话，那苏贞昌那时候搞的不是全部都错了吗？那边有新强势。要等到美国关税缓冲期过了，再个看实际情形处理特别条例，也个普发现金。另外，营运副总统萧美琴去年去捷克访问，中国耍计划冲弄事件，民进党团提案，希望立法院做决议，谴责北京，要求中国公开道歉，也强调是要回应霸团的诉求，要求中国道歉，未来要停止对于台湾主权的任何伤害行为。我们国际参与的权利是我们不可剥夺的国家主权。另外，立法也提案要求立法院加速推动国安法制改革，对抗中国的渗透威胁。不过，民众党团的重点是放伫咧打击诈骗，因为这几年台湾诈骗正严重，提案要请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打击诈骗行动管理2.0执行的成效做专案报告，并且备询，已经交付立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7月2日大罢免特别投票，罢团的反共后代志工联盟今仔是对华人来启动护国大示警，因呼吁支持者就爱站出来做保卫国家的响灯塔。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总召立委鲍坤琪嘛，搁再质疑罢免的正当性。罢免团体反共后代志工联盟甲民进党合办护国大招警，刷专台超过30个罢团为法院处罚，检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鲍坤琪毋来叶巴老师叶春莲到场收听，无党籍法院关系长丁俊也要伫7月初5到底。其实他们在赌的就是民众的健忘，这个忘记他们过去1年以来附随组织在立法院里面怎么恶行恶状，然后这个毁宪乱政亲中投共，通过了非常多伤害国家的这些法案，铺天盖地的各种抹黑、重伤、攻击，甚至把台湾各地的人都找到花莲来，深刻的影响到花莲人的日常生活。再一次的正告赖清德总统，请不要污染花莲。鲍坤琪支持罢免的正当性，27日地铺南汇罢免案投票，敢若剩3礼拜，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家平评估，面临客观罢免风险的只剩3成。桃园的杜宽吉、新北叶元之、加大党的黄建斌，加最近因为牵涉贪腐涉弊，加做新闻焦点的郑正琴，加做3家伊危险名单。目前被列入罢免的危险名单里面吗？都要很小心因为我在想说各种评估都会有，那我们其实也是随时保持最高度的一个警戒的状态。
杨进前台湾队长陈杰贤，互网友解读听罢免，韩籍啦啦队员李道辉也被人解读，加做支持大罢免大成功。公关团队也出手呼吁唔通散布合成图，避免误会。你越这样做，其实只会让社会大众越反感而已嘛。这喜欢看李多慧跳舞的人，或者是喜欢看陈杰宪打球的人，会希望他们的偶像被你罢免团体拿来当工具使用吗？网友上面呢，对于这个不管是罢免还是反罢免都会有他们这些创意但是在创意之余呢，还是要去注意。中选会车车公告，24个立委罢免案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的投开票所，民众应上网点选户籍地，就应照谷歌地图显示投票所的位置。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的太太行底路，网络有人恐吓法官甲检察官哦，检警嘛找到涉伫网络发文恐吓细地工程师，暂时约谈到案。经过透明的侦讯，检察官嘛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嘛掠到一对住伫台中的男女朋友哦，因甲相片加工添利，下晡卖移送北检侦办。行伫咧中穿乌衫的这个查甫人，就是涉嫌伫咧网络顶打北检检察官甲北院法官的名相片，叫因用名来行销的四地的工程师。昨暗11点外被移送北检复审。伊承认就是散布图片的微音色面子粉砖版主。检方依照恐吓罪甲违反告知法，而且有强犯也未告犯，今透早当场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任何以暴力恐吓、散布仇恨言论等行为，意图影响甲官依法办案的行为，不仅是对甲官的人身威胁，也是对司法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挑衅。任意公布系属中个案承审法官的个人影像，并搭配恫吓、辱骂文字的行为，不但应该承担民刑事责任，也容易引发舆论猎污，对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审判中立构成实质的威胁。对这件代志，院检拢发声明严正谴责。涉案的毋但是四地工程师，因为伊制作的合成相片，也佫有进一步加工，顶头放标语字“名字名详”。专案小组查到，这是一对住伫咧台中的情侣制作的，昨半暝到两个人住的所在搜查，随时早起将会甲两个人移送复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原来现在青少年会接触毒品，警方是加强青春专案。桃园分局嘛抓到卖毒集团伫桃园新北顶所在嘛抓到10个摇头。电梯右手边，电梯右手边。家门击开，警方分作3路攻入去，查到卖毒集团分别伫桃园新北店据点，查到4审也甲其他10个卖毒的摇头。现场查扣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兹分弹，第3级毒品凯他命、彩虹酚，各种毒品加皮包等真济毒品，也个卖毒的不法所得10多万。本分局专案小组与保安大队联手攻坚贩毒集团据点，成功起获贩毒集团首脑及成员11名，查扣毒品相关证物，全案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扣抓是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高峰期，以桃园分局青春专案毒品查缉112年417件，113年428件，今年到目前为止，短4天有14件，查到的件数有相关的趋势。警方强调，专案期间会加强查缉 KTV 等危害少年身心健康的场所，也针对毒品诈欺帮派组织吸收少年儿少、私密影像等犯罪，也有偏差行为积极查缉。因为其实它叫青春专案嘛，所以其实应该是要跟青少年讲说，这些地方他们其实是不应该去的，或是不应该出现的，而不是用抓捕这件事情。针对青春专案，戴孝明认为不应该干伫校园再执行，呼吁教育部应该思考，让青少年爱知影这个所在是无安全的。嘛讲即马青少年大部分是以网络甲线顶的社群为主，爱甲重点放伫儿少的所谓安全。记者采访报道。过去诈骗集团会伫网络假作是卖家来骗消费者，也毋过最近印刷假作是消费者要来骗卖家，透过假作的第三方支付网站来诈骗所以发展部今仔就甲13间第三方支付的业者来成立查核的机制，要共同来防止诈骗。第三方支付业者甲所谓发展部的官员做伙协商，用定公司合作，斗阵对抗新兴的第三方支付网站诈骗。
诈骗手法有够多，过去流行骗图假是卖家欺骗消费者，最近是出现假是卖人骗真卖人的手法，透过假造第三方支付网站诈骗被害者。有问题了，我找那个第三方支付的客服，当然是假的，来联络你，然后来教你怎么操作，最后给你一个验证码。这个验证码其实就是他要欺骗的金额。共同研发了一个风险控管的系统。从这个扫描这个登录的新的网页网域到网站的内容，到他说我们的第三方支付的客服，到银行的客服去做沟通，全部都是假的。业者强调，会斗阵组成联名，建立一套防范机制，甲所谓发展部合作，将相关的诈骗案量压制落来。因为雀平台为4月开始进行广告投放，作为发展部发现，为去年9月底开始，已经接到检举雀涉嫌诈骗的案件将近1900件，其中700多件确认是诈骗，也宣布依法立管，来检视相关的立管细节。函数现在已经把它列管，就是要求他要做广告那个资讯的揭露的事情。那再次强调，其实我们之前用网诈通报查询网，我们一直有接获民众的通报。另外，Meta 诈骗广告一直出现，先予所谓发展部罚100万，6月底各罚1500万，也传出 Meta 总部高层按算7月来台湾拜会所谓发展部，所谓发展部证实确实有这个代志，双方会就广告无实在轰炸这议题进行交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院发布2025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2.93%。也毋过学者是表示讲，受到关税跟汇率的影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变化会较大。另外，因为美国甲越南对顶关税的谈判已经有结果了，咱的学者嘛预测讲，台美的对顶关税应该会伫15%到10%。是一种把 espresso 倒在冰淇淋上面的一个东西。那事实上，我们上半年事实上是炙热浓郁的哈。那下半年可能它就是像冰淇淋这样清甜。用点心比论做台湾整体进出口顶下半年的大变化，美国对顶关税的大均价，中研院发布2025年台湾经济情势总展望的修正，预测2025年经济成长率伫2.93%，会破3字头。不过学者嘛讲，全球无确定因素真多，会致使预测空间变大，按悲观的2.54%到3.17%，拢有可能。我们早期在预估这样的一个区间，大概也都是在15到20之间。但是如果我们谈得还不错，那也能够让这个美国的总统他们有一些宣传的效果的话，那甚至搞不好会有一个不错，大概10到15之间的一个状态。今晚美国越南对顶关税已经公布，中研院学者嘛提出台湾可能的关税，另外嘛提起讲，嘛是要继续关心232条款的走向，对台湾的影响更加大。因为关税宽限期得要到，最近台票升值已经破20倍，随时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盘中上悬一时跌来到28.792块，起6%。相对于没避险来说，不管自然避险、远汇避险，都好过你什么都不做。资金会不会回美国？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你可以放在那个经济数据有没有变好。中研院学者分析讲，短期台票的走势保守有高，会伫20倍以上。对着外界预测，敢会重演2021年27块新台票的局面，变数也真多，对出口产业影响真大。最近经济部做任务小组严密注意汇率的变化，要来协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廷将进行今年第6届的通话。川普希望讲俄乌战争会当赶紧收煞。川普嘛讲2个人通话了后无啥进展，伊感觉是真无满意。普廷是强调讲，当初甲乌克兰相争的目的嘛是无变。另外，乌克兰伫7日嘛控制罗西亚边境的指挥部，但是海军副司令，这嘛是罗西亚伫今年战争中死亡上高赞的军官。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个通会讲差不多1点钟。We had a call. It was a pretty long call. We talked about a lot of things, including Iran, and we also talked about, as you know, the war with Ukraine. And I'm not happy about that. I'm not happy. No, I didn't make any progress with him today at all.
根据克里姆林宫爆料表示，罗西亚总统普廷甲川普讲话当中牵涉伊朗甲中东问题，表示莫斯科继续力促解决战争根本原因的立场。莫斯科希望透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暗过未放弃最初的目标。根本原因已经加做罗西亚对北约扩张、甲西方支持乌克兰这两大问题。简单讲法，包含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任何想法。因为美国军费杜比将紧张暂停对乌克兰送武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希望上紧在找5段针对美国暂停供应武器的代志，甲川普讲。Of course, we count on continuation of American support, but there are some items which it's a pity, but which Europe doesn't have for today. Missiles for Patriot systems. What abo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support? So I hope that maybe tomorrow or in close days, these days, I will speak about it with the President Trump. 因为乌克兰车子空袭罗西亚离乌克兰边境仅几公里的科伦内霍指挥部，成功击杀海军副司令古德科夫少将，这是罗西亚今年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罗西亚今年顶半年透过增高薪水甲赦免遣真济人甲受刑人服役，已经招到21万人上战场，动员能力应讲是乌克兰2倍。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大国税法案，昨伫众议院是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了。会伫7月7日美国国庆日来签署完成。其中一项税改的法案要甲半导体投资减税调悬到35%，要鼓励半导体制造业务转去美国。这对台积电来讲，嘛算是一个大红包哦。法案嘛取消2年的补贴，也毋过这对特斯拉电动车的产业恐惊会造成影响。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8, the nays are 214. The motion is adopted. 两个共和党的议员行过去民主党反对的迄边，可能才会付出正悬的政治代价。大国税法案由总统川普主导，党内无同的声音，伫川普施加压力了也无去。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弗瑞斯发言8点钟44分钟，打破众议院史上上长的演讲记录，延前投票的时间。这边表决对川普甲共和党来讲是重要的立法里程碑。I believe in America. I believe we have a great nation. 大国税法案其中一项世界法案是半导体投资底面调悬到35%，投资就会增加，它会就替美国创造很多优质的工作机会，包括像台积电这样的，而且对晶圆厂来讲，哇，有这样的投资机会，有这样的抵减的话，就很让很多的晶圆厂更愿意去美国投资。大俄美法案它同时也会对某些收入的人会降税，所以它这次降税的幅度高达是可以达到3.3兆美金的这样的幅度，降税加福利补贴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这对于一边消费力会上来，一边投资要增加，资产负债表能够改善。这对伫美国设厂的台积电是利多，不过2年的补贴差不多拢抬掉。可是对于马斯克跟特斯拉来讲，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因为它同时也删减了1.1兆美金的补贴。那其中最让马斯克不开心的地方就是他取消了绿能的补贴，电动车一辆车本来在美国可以补贴7500块美金。北京发言人李威特讲，法案签署的仪式按算伫咧美国东部时间明仔载下昼5点在北京举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日本网界作品预言讲，7月7日会发生大地震哦。唔那日本哦，佮影响到台湾甲菲律宾，互民众是真惊吓。尤其是香港的旅客去日本旅游的订单减少要5成。有真侪专家学者就讲哦，科学嘛无法度准确来预测地震，所以呼吁民众就唔通伤紧张。日本网家我所看到的未来摆伫咧架顶，边仔也个写着标语讲：虽然你敢要相信，因为这本网家有言伫7月7日透早4点18分，伫日本南边的太平洋会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加大海啸等大灾难，而且会影响到日本、台湾加菲律宾。和附近地区去日本旅游的人数规个降落。路透社报道，日本伫4月旅客人数有390万人。
不过受到这本放假影响，5个旅客人数规个搬来，尤其是来自香港的旅客人数减11%。香港的旅行社讲，其日本旅游的订单直接减一半，只好靠降价加旅游平衡险，才勉强把这个盘势停来。航空公司也受影響，盡量避免喺7月8月呢個時間去日本咯。咁可能盡量會 delay 我嘅 trip 啊，可能9月啊。Right now is the best time for me to travel for my job, so that's why we're here right now. 真侪人会相信日本放假回家，龙树亮也有言，是因为伊伫1994年到1998年出版的内容，迄当阵就有讲，2011年3月会发生大规模的地震，就甲迄当阵发生的3.1个地震时间正大。虽然龙树亮讲，这只是伊的梦，而且伊也毋是预言家，但是这本放假效应一直伫咧社群媒体传。就专家出来讲，就算是科学预测，拢无法度遮尔准。更加何況是放假。地震が予知ができるという3つの条件があります。1つはいつ、2つ目はどこで、3つ目はどの規模で、この3つを特定することが予知の条件ですけれども、今の科学技術におきましては、その3ついわゆる地震予知はできませんので、今巷でいろいろお話しされている話がありますけど、それはデマです。最近伫咧日本九州南边的外海发生真侪小规模的地震，互民众真惊吓。东京大学的教授也在强调，只敢用淡薄仔证据就讲会发生大地震，是真罕古的代志。因过去日本的旅客明显减少，香港属地航空、大湾区航空伫最近就宣布将会停飞香港飞日本、美洲加德岛的定期航班。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台湾自来水公司由李希潭一条26公尺长的管线遭破去漏水在抢修，嘛造成苗栗甲台中有超过30万户停水哦。水公司是设120个临时的供水站，也毋过民众是真怨叹讲停水拢无通知，去供水站嘛无水通摕。水道破开，缩单无水，民众只好摕水桶去找水。台湾自来水公司李义潭原水管线吹沙漏水，为着要赶紧来修理，紧急来停水28点钟，影响的范围包括台中、苗栗，拢总30.6万户。有民众厝内水塔已经大底，透出来临时供水站嘛是无水，还讲乃拢无通知。没有通知啊！邻居突然发现没有水，才知道停水了。我家是有水塔，所以还有一点点水，可是也剩不多了。拢无水，涨无神起来，一趟尔，怎冲便所倒啊？台水公司表示讲，漏水的是原本水站内底2600米里的原水管线，是1993年的旧管。因为地动伤久来破裂，即届因为时间来紧急停水，停水时间是初3下晡2点到初4暗时6点。台中市大概有29.9万户，苗栗市是7000户受到影响。这一次因为我们鲤鱼潭原水管有一个2600的一个原水管因为重物的碾压，然后造成焊接裂缝的一个扩大破裂，然后我们也紧急召开前进指挥所跟紧急应变，设置了120个紧急取水站。台水强调，这摆透明赶修，因为时间紧急。部分临时供水站也未付补水，原水管线已经伫初4早起8点接好势，当咧开始陆续恢复供水。不过管线要再甲地势较悬的住户会较晚的，嘛会持续调派水车来顺回补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民雄车头附近鹅肉一条街是真出名，也毋过食饭时间是真恶停车。迄困日，佮因为民众的违规停车，所以拢定定塞车哦。警方表示讲，现代化是会加强执法，公司嘛已经伫附近起停车场咯，按说明年就会当启用。警方驱赶违规停伫车道的车辆离开。民雄车站头前这条和平路是民雄有名的乌肉街，只要到食饭的时间，才着较会塞车。若是假日的时阵，违规乱停车、塞车这种状况就会更加严重。假日是满到无路啦，食饭时间啦，四面八方的车拢拼来，食饭时间这边100-200台以外啊。普通时候还好啦，假日就可能会比较塞一点。要找停车位就比较困难一点。警方也呼吁至民雄乡和平路用餐之民众，切勿利用车道作为排队停车空间，导致车流回堵，容易发生危险。民雄火车站头前的和平路，才180公尺的距离，就有5间卖乌肉的餐厅，附近阁有菜市仔、
为着要解决火车站头前常常找无车位，造成塞车的问题，乡公所去年就开始起新的停车场，不算年底完工，明年就要来启用。汽车会大概有170个，那机车可以停120部，加上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应该势必想说应该可以解决假日民雄拥挤的一个车潮。警方表示，为着要排队等停车位，这条路卡有民众甲车停伫车道的状况，警方会配合这车流量较侪的时间。加强周边的巡逻甲处理，减少违规停车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真侪风景区拢有改过电动车，互民众会当哪徛哪看风景。也毋过，因为拢无保险，若发生车祸是无通赔。有立委就要求交通部应该要制定法规来保障民众的安全。4月伫新德南寮渔港发生改装的4轮电动车出车祸的事件，造成骑电动车的游客出骨断去。因为业者无保险，造成游客无地找人赔。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湾只有6个县市有定出管理办法。新北市交通处指出，未来拍送会参考其他县市定出自治条例，保障民众权利。来进行不定期的稽查电动车出租业者，来督导业者的营业情形，包含与民众讲解契约的内容、产品的责任保险。后续也将参考其他县市来研议订定相关的管理办法。进前有立委要求交通部应该针对改装的4轮电动车定出保险机制、甲检验机制。新德电动车业者是话支持，而且讲只要明确的法源依据，对业者甲民众拢是保障。车子有任何不属于瑕疵或是断裂而导致乘客受伤，才有理赔。保险公司目前是给我们的这个专案，最好有一个整套的透过大家业者整合共识来看要怎么样规范。会比较好，因为这属于全国性，每个地方都有。根据交通部统计，改装电动车事故，2023年有2184件，去年增加到2325件，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业者呼吁政府要兼顾交通政策甲民众安全，推出相关的统一规定。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财团要伫台东来推动都兰度假村的计划，早起伫环境部的环评小组进行第3届的初审，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质疑讲会破坏生态。都兰的部落助理嘛批评讲，这个计划已经提出来10冬咯，毋但无做海洋生态调查，开发单位嘛拢毋捌甲因沟通。特别引用台东县国土计划里面的预测，它到125年的话，台东县的旅游总人数会高达1946万人次哦。事实上，住宿是还有明显不足的状况，不止不尊重我们都兰部落，也践踏了环评制度减轻环境影响的精神。我们不能接受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污染跟破坏。早起环保团体甲部落族人是去环境部抗议哦。这案开发的地点是伫台东的东河，规模将近7公顷。度假村哦有超过250间的房间，有18间的villa度假区哦。环境部个审查，部落族人是认为初审就不应该过关。再来看云林县未了落水客出海口，最近哦敢是去有迄条石虎。当地民间团体是表示讲，这是云林沿海头一届看到石虎。因认为讲林保署甲水利署伫落水溪出海口营造的生态基地效果是袂歹。目睭大大蕊，头壳遐有2条白色纹路，全身有明显深色斑点。经过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判，确认是石虎。这是最近水利署第4号船群署伫落水溪口做生态监测调查翕到的，也是云林沿海未了地区第一摆记录到石虎出现。意外拍到了石虎出现的影像。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将会持续来透过专人的巡护持续来架设这监测设备。这一个段落变成是石虎一个安全所居的廊道，让现在已经濒危的这一些相关的物种可以有一个可以比较能够安全生活的一个位置。苗栗文化协会表示，过去捌听到大人讲，伫出海口看到山鸟，应该就是石虎。迄时阵无影像记录，无法度证实。即马用照摄影机记录清楚石虎影像，希望后续用透过林保署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协助，后备了解做石虎安居的所在。
本分署已协助于邻近保安林及四河分署公有地增设3处监测相机，分工合作，进一步掌握石虎在浊水溪邻近出海口之活动状况。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这几年云林拿来港溪山区陆续记录超过30外下石虎影像，这摆落水溪出海口石虎出现，是毋是为拿来刷过来爱国检判？未来会阁增加监测枪机观察是个体还是群组？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甲关怀年纪对17岁到65岁，放年到16岁到70岁。也毋过有医生嘛是表示讲，70岁以上的民众，除非是血型真罕见，真正是有需要。无一般来讲医生是袂同意因关怀。连续几日的高温，民众出门关血易关变低，这予台北血库出现欠血。目前血库整体量敢若剩3.8公，其中 A 型敢若剩2.8公 ，O 型佫较少，敢若剩2.6公。O 型的血已经出现极欠的情形。就是最近有听到这个缺血的消息，然后因为我是 O 型血，所以我就是定期就赶快过来捐血。目前的话 ，A 型跟 O 型都是红灯的，库存都是不好的，就是不到4天的。那 B 型的话是黄灯，那 AB 型是绿灯。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缺血的状态。为着要扩大血源、稳定医疗用血，卫福部是药署也伫咧7月初2修改关血者的规定，甲年岁对原本的17岁至65岁开放到16岁至70岁，若超过70岁也会当关，毋过要有医师的同意。真侪70岁以上的民众摕到欠血消息，一透早就来到关血中心，互医生评估，毋过到现场拢互医生口抗是毋免。本来就关关店70岁进前吼，要关上要变。结果定2-3天讲，而且我继续关，所以我赶过来关。捐血中心的医师参考国外大型的研究，发现70到79岁捐血晕倒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不鼓励70岁以上的人捐血。现场第一线医生表示，虽然卫福部有扩大关血年血站，不过真侪研究指出，关血对时代身体有较侪风险。医生表示，65岁以上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70岁以上除非血型非常稀有，若无一般医生拢袂同意关血。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农业废弃物路袂使黑白烧，屏东县环保局去年开始就引进 AI 的监控系统，今年搁伫盐埔乡来设第2支哦。那 AI 系统判定讲有白烟，就会随通知环保局来处理。屏东县是农业大县，毋过足侪农民为着省事，拢会直接用烧的方式处理农业粪扫，造成屏东遮的空气品质愈来愈歹。为了加强处理，屏东县环保局去年8月头摆伫坎顶设置 AI 的影像监测系统，因表示查到比人力旋螺佫悬出3成。当我们的那个监视器侦测到，就是 AI 系统侦测到它的那个白烟，然后跟背景的颜色有差异，然后就会去进行做判断。然后判断确认是那个露天燃烧，就是会有这种白烟，它跟背景就会有那个颜色的差异。然后超过一定的比值的话，它就会通报给巡查员。今年5月，环保局佫扩大建制，伫盐埔的大仁科技大学斗第2支镜头，主要是针对屏东北边像九如、盐埔遮的农业地区，尤其是槟榔园、参果子园这款所在，进行规工24小时的监测，希望提升遏止效果。未来嘛会佫找其他的相关点来设置 AI 系统。大家佫莫佫烧啊，莫佫烧啊，因为咱南部的空气真正无好，你若佫烧落去阮的空气会佫愈来愈无好。树叶啊、树枝啊你包包的粪扫车拢会帮你收啦这无问题。若较大量的像要铲的，较大量的量破碎，也是讲要甲你清运。环保局指出，国道3号是屏东北边重要的观光连外道路，沿路的空气品质会直接影响来屏东的观光客。因呼吁农民会使等粪扫车，县府嘛有提供免费清运、甲破碎补助，希望民众使用合法的管道来处理农业废弃物。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最近台中有2个高中生互检举讲，去年全国考典的作品有用抄的，科教馆嘛已经撤销因的奖。科教馆今仔是搁再强调讲，即届开始会用中英文，搁会去专业的网站来加强比对。算18头的公平纪律实验，算中基水的用药变色，各中小学生做科学展览，自生活加课堂内面找主题，到高中了就较学术性。
高教官讲，今年各级学校考典的作品有10122件，经过初选了参加地方考典的候选作品4407件，相比来到全国考典决选只敢若剩445件，敢若400会当参加全国赛，也有1256位参赛者，697位指导老师来选择比冠阶。以前都是大概传统的前3志愿的高中来，那现在的话，已经扩散出去了，很多就是社区高中会进来，同时的话，高职有进来了。108科工伫咧高中推展探究加实作，和作品的来源变做正多元。不过去年有2位进入全国考典的高中生，互人检举因的作品是抄袭。高教官6月开2遍专审会，决定违反研究伦理，公告撤销奖项。一年来未当过参加国内考典，也自今年开始扩大比对系统。中文的那个资料库我们会增加，英文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请这个收件进来之后，我们会请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有评审助理，在专业网站Google 一下有没有相同的中英文作品。那如果是有的话，我们会提供给评审做去进一步的评核。考教官表示，2023年开始推出研究伦理加学术伦理的注意事项，学生老师伫咧报名时阵爱上网了解，也爱签切结书，也提醒学生自选题目到实验研究，一定要留完整的记录。因那指导老师也要加关心，注意实验的结果加写出来报告的结合度，也个应用是不是适当，避免违反研究伦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05年世界大学运动会这个月16特别伫德国举办咯，这摆咱台湾计共是派出190来选手去比赛哦。7月12，选手就会陆续出发咯。田径队金牌，加油！世大运电竞选手排几排，大声喊出要摕金牌决心。这摆世大运，台湾拢总派出196位选手，其中电竞队有26位。总教练讲，选手的状况拢调整甲袂歹，尤其跳远选手林玉彤，才有机会会当摕金牌。韩国的亚锦赛，跳过7公尺20，也拿到银牌。这个成绩8公尺20，这个成绩在世大运会以上一届的金牌成绩参考，他这个成绩可以拿到冠军的。所以目前林义堂应该是比较夺金的热门。无论是跳悬也是接力，选手一个展示因调整后的备战状况。行政院长杜英泰测试嘛来到组行的国训中心替选手加油。除了本地选手以安全健康为大先，争取好成绩以外，也讲到运动部9月就要成立，未来选手用心拼，国家会做好后勤工作。你们回来之后，国家的运动部会成立，我们再一起把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准再把它提升，让我们的训练环境、生活照顾、参加国际竞技的机会都能够提升。2025的世大运16期要伫德国举办，对12开始选手会线线出发。杜英泰也关乎选手，无论是接识也是训练比赛方面有拄到任何问题，拢会当即时来反映，期待大家会当有好成绩，再次互国际看到台湾。记者邝亚茹、郭昭阳、郭永昌报道。对于台湾去美国摕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王尊贤，伊利用 AI 和机器人会当快速学习，真做是多功能的机器人。另外一个博士生肖一成，伊是利用风险科技甲 AI 设计出干那更加大细无人机，会当飞入去灾区的空棚来救灾哦。那么做伙来了解。波士顿是美国东华科技大城，伫遮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 等百年学府，搁一直提供真侪科技人才。甲美西重视软体研究无同，伫美国东华的波士顿，正为 MIT 出发，栽培学生发展会当互 AI 顶档的硬体技术。飞起来，选用特殊的点样器材，才能翕到这是 MIT 软体甲微型机器人实验室的成果。春秋甲一个金甲差不偌济，所以伫建筑物倒去的空棚内底救一条人命。那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无人机用螺旋桨的那种方式，在这么小的尺度底下呢，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要做这么小的飞机的话，我们就需要学像蜜蜂，他们其实排翅膀的方式是非常有趣，而且整个动作是非常精巧。台湾来小游船想起细汉时阵伫台北高区看到的蜜蜂，因毋能用伫小小飞率之间飞到正西，应用飞行轨迹传达信息，将蜜蜂的姿态转移到无人机身上 ，AI 帮助正济。我们大部分使用 AI 的时候是用，就是去看它的位置，还有看它的姿态，这几个是主要我们的去采的数据，还有我们给出去那个肌肉
震动的大小，用这些数据就可以去训练新的模型，让它去可以控制我们的无人机。导入 AI 和小小机器人发挥大大力量，在 MIT 高度竞争的环境内底，人数真少的台湾研究者厉害到互人学到。为去年到今年，咱台湾人伫 MIT 的国际学生内底，敢若占1/2。不过，伫上抢市的机器人研究，咱台湾的少年人是真出色。今年6月，摕到电脑科学家人工智慧博士的王春贤，为台中来的爱拍电动，好奇虚拟世界进步是不是用透过 AI 伫现实世界震荡起来？想象人在把手伸到这个地，我们想的过程只会去想说，我会想象这里有个3D 点，我把手伸过去。我们有一点完全是下意识在做的事情，是这些所有肌肉操控，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你在 robot 上是要实现的。人注意无到的每一步，王春贤交互 AI 大脑，以后 AI 和大量数据形成真一种定式来驱动机器人。有 AI 机器人不过限制一项任务，为设备回收到实际操作，拢用七手包办。不过要开发出这种模型，背后爱用真侪心力。我感觉大家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愿意投入极大量的时间。就我们不觉得我们正在被抄，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就是可以一直疯狂投入很多时间在研究上。那这个肯定会让你的研究进展会比较快。台湾学生用热情善用 AI， 在波士顿的机器人研究领域，互大家拢看到。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报道。宝贝天气，咱来看国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拜一至拜五早起9点，拜一到拜五中到12点，拜一到礼拜下晡3点，大家暗时7点，这月